自從貓嘅玻璃門碎咗之後咧，咁幾隻狼嘅生活咧都有少少影響嘅，咁啊都覺得麻麻下。首先，大家見唔見到好多蟻啊？因為睇唔清啊，轉過嚟俾大家睇下咯。未嚟得切俾大家睇蟻下，咁就係呢個棚都冇埋。唔知邊個話香港呢個風咁大嘅嚇，咁又多咗一件工業垃圾啦，都唔知點算，即係風擋雨嘅都話埋。係啦，冇晒安全感嘛，搞到我視野都好尖啲。雖然有影響，但唔可以太急。留觀啲個人都開心啲嘅。我哋嘅 Yellow 咧先得入暫物房嘅喎，咁當時咧仲未捉到偷雞嘅。有跟開 Yellow 嘅朋友先知道，咁暫物房咧係 Yellow 發現㗎。佢以前咧會喺暫物房嗰度瞓覺。係呀，我以前一個人喺暫物房嗰度瞓覺，冇人騷擾我咋。諗翻起 Yellow 咧，佢真係好識得照顧自己啊。好啦，貓會開始一啲流浪貓哦。這次選的顏色粉粉的，保留原有的長度，材質上好一些。重要的是選的防水款。咪住先，你就發咩癲啊？無啦啦配咗咁惡嘅把聲。這過程咧就掛住砌，咁就拍得好少啊，砌咗2日。咁即係全部都放工時間嘅，放心。係咯，難度非常之大啊！砌完都好夜啦，隻貓咧就有啲濕濕地啊，因為喺冷氣房嗰度攞出嚟，佢唔係好上鏡啊，但係佢好靚噶。大家覺得點咋？最期待嘅咧就係邊個會嚟先呢？其實砌好嘅第一日咧，咁邊個都冇嚟啊。咁而家呢個時間咧就係第2晚。大家好，哇，新屋噃，哇，好乾淨啊！第一個嚟嘅就係宵夜王，咁好開心咧，佢可以嚟食飯啊！先至出現啦，或者等咗佢好耐咁，佢終於都嚟食飯啦。係，咁你係咪好掛住我啊？哇，生到這片片地唔錯吓。大家都係 Yellow，佢每次食嘢之前會嘔一下咁樣啊。